注意看，这只强壮的非洲雄狮正在追赶一群角马。雄狮捕猎，这在草原是非常罕见的。一只落单角马不幸被狮子捕捉，见到如此景象，人们兴奋极了，催促着司机去往现场拍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司机兴奋地踩踏油门，速度直接飙到80迈，奔赴雄狮捕猎地点。雄狮是如何抓捕角马的？一圈3连求个关注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近距离观看狮子和角马在泥排内缠斗。